咱先来看一个中国姓王的查甫人哦，讲伊对中国铁工的林波，过去年阵来台湾，伫早起6点半，伫新北市南口的海边啊，互海巡发现，因为人哦脱水甲真严重，赶紧甲伊送病院治疗。这人讲伊伫中国欠债走路，想要来台湾重新生活哦。海巡嘛已经甲人送检方侦办咯，这嘛已经是最近个阵对中国偷渡来台湾，轰抓到的第2例咯。海巡甲消防人员做伙甲救生艇游进花，佮甲顶悬的人扶落来，发现伊严重脱水，随甲送医人道治疗。这个中国籍姓王的查甫人讲，做伊伫中国积欠债务，想要来台湾重新生活。坐救生艇为中国职工领坡过来台湾，则是透早6点半，伫新北南口烟花，互人发现。船长3.6公尺，经查没有人为疏失，海巡署正全面充实各项计划，已完成纲要审查。海巡署表示，因为救生艇无大，雷达、航迹、回放拢无发现。了解伊的目的了后，已经报请检方侦办。为去年10月伫苗栗通宵发现掉伫海沙堡的迪牌啊，列了一个，家己讲是中国籍的偷渡客。今年6月，还有一个强军男艇长天午姓黄的查甫人，用快艇为福建驶向新北的淡水，去互检方依法起诉。还有一件姓王的查甫人救生艇偷渡案，搁再卡到敏感的国安神经。发生陆客偷渡事件，难免会引发敏感的国安神经，而是不是背后有其他的目的或动机，相关国安单位也应该要好好的厘清。以这个距离呢，又是橡皮艇，如果它又没有一个可以指向的一个方式的话，其实是有蛮多可疑的地方，所以不排除是一个灰色地带的侵扰。立委烦恼，这又阁是无明确的侵扰。刘委会是讲，无鼓励以非法的方式进入咱国境，主管机关会持续加强边境管理，通维护国家安全甲社会稳定。海巡署讲，当专门建伫安华山的显像仪、前监侦设备，搁充实无人机，以及建造新式蓝艇计划。军事专家是讲，因为救生艇船伤细只，都要挖靠热显像仪这个技术来保强海防。风浪打上来，你基本上会显四处回波。你要在风浪中分辨这个橡皮艇，几率其实是不高的啦。坦白讲，你这对海巡去要求说他一定要什么都看得到，我觉得有点为难啦。请立即转下航离。这个有中国海警船在外面巡逻，这个大陆渔船业界的情形比较少。因为中秋佳节要到啊，金门海面又阁无平静。中国海警船伫13航入金门水域了后，14个有4隻海警船挖进限制水域，海巡人员嘛随做反应，调度4隻巡防艇甲赶走，嘛呼吁中国唔通故意试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